澳門已經進入颱風天氣嘅季節，之前政府已經加緊疏通下水管道，同埋對樹木作出加固檢查同維護，以應對惡劣嘅天氣，減低水浸同冧樹嘅風險。近日有居民向中心反映，而家所加固樹木所用嘅支架嘅金屬箍環有明顯嘅突出，容易令到行人跌倒同劃傷。目前澳門街道有各種形式嘅加固方式，其中澳大附中同氹仔中央公園附近嘅樹木加固所用嘅金屬箍環，會對學生同行人造成安全隱患。為提高安全性，建議增加保護物料，以避免加固支架外露，同埋應該包住尖角，增加反光設計，提高可見度，保障行人安全。睇到政府已經喺度積極咁樣疏通水道，同埋進行樹木加固嘅維護工程。據觀察，本澳有啲樹木係冇任何支撐嘅，有啲樹木亦都係有用杆支撐嘅，有啲更加要用到金屬框架加固嘅喎。咁居民對於喺咩時候用邊一種方式固定表示關注，建議相關部門可以加強優化，參考鄰近地區嘅樹藝管理規範，建立本澳嘅標準，以更好地回應居民對於公共安全嘅期待。